就是你让我这一整天都没动，睡一两个30个钟头，还在怀疑是否期待会落空，气氛正浓，中午这没多，结果等着等着黑夜来了，黑夜嗨嗨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想着没办法了，黑夜嗨嗨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黑夜嗨嗨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我想你想到睡不着。我想你想到睡不着。一整天说你都是1个、2个、30个钟头，还在怀疑是否期待会落空。